香港有唔同類型為肢體障礙、智障、精神復原人士而設嘅院舍加日間服務，例如中度智障人士宿舍、嚴重智障人士宿舍、嚴重肢體殘疾人士宿舍以及輔助宿舍。喺咁多類型嘅院舍裏面，就只有輔助宿舍係唔需要配呢個日間服務嘅。今日咧，我就同大家介紹輔助宿舍嘅服務。輔助宿舍分為肢體障礙嘅人士輔助宿舍，同埋輕度智障人士嘅輔助宿舍，仲有為精神復原人士而設嘅。今日會集中介紹為肢體障礙人士同智障人士而設嘅輔助宿舍。顧名思義啦，輔助宿舍就係為嗰啲只需要少許輔助就可以過半獨立生活嘅人士而設嘅。咁即係要有基本嘅自理能力啦。宿舍為佢哋提供家庭式嘅住宿服務，佢哋需要自行洗衫啦、買嘢，甚至煮嘢食。大部分嘅殘疾人士輔助宿舍都同呢一個智障人士嘅輔助宿舍合併管理，例如水泉澳東華三院樂活希亭輔助宿舍就係一間肢體同智障人士合併居住同埋管理嘅宿舍。宿舍總共有31個宿位，其中只有9個係俾肢體障礙人士嘅，22個係俾智障人士嘅。喺9個位當中，有3個係男位，6個係女位。通常為智障人士提供嘅宿位係比較多嘅，因為好多有輕微肢體障礙嘅人士都可以喺社區獨立生活同埋工作，或者進行自己所需要嘅自由活動，唔需要住喺院舍裏面。所謂合併管理就真係唔係合住咁嘅意思。由於肢體障礙人士因輪椅同埋復康器材需要更加多嘅空間，所以一間房大約住3個有肢體障礙嘅人士。雖然住喺同一個樓層，肢體障礙人士同埋智障人士佢哋係住喺唔同嘅單位嘅。通常智障人士嘅輔助宿舍大約6個人一間房。宿舍裏面有洗手間、浴室、飯廳、廚房、洗衣房、醫療室、多用途室、面談室、小組房、健身角、綠化空間、電腦角等等。雖然輔助宿舍唔需要配套日間嘅服務，但係正如所有全港嘅殘疾人士院舍一樣，舍友日間係唔可以留喺宿舍裏面嘅，佢哋必須要有自己嘅日間活動。輔助宿舍嘅舍友可以自己決定自己嘅日間活動安排，例如佢哋可以彈性咁選擇繼續讀書、返工或者去工場。我曾經有一個學生，佢中學畢業之後入住咗盛康園康恩居，入住嘅頭2年佢就喺雪觀塘展亮技能訓練中心接受職業培訓。畢業之後佢就去咗唔同機構參加唔同嘅活動，參加雙清嘅義工服務同埋活動，生活多姿多彩，海闊天空，任佢過。如果你唔識得點樣滿滿當當咁安排自己日間嘅生活，我又有另外一位嘅學生，佢讀完 Ivy 之後，嘗試咗唔同嘅職業培訓同埋實習，最後佢都係決定入工場，過住安穩嘅生活。喺輔助宿舍裏面，佢哋只會為舍友提供早餐同埋晚餐，午餐就必須要自己安排啦。由於住喺輔助宿舍嘅人士智能同埋身體嘅能力都比較高，所以佢哋大部分都會喺假日空餘嘅時間同朋友外出，喺社區上過住自己自由嘅生活。只要能夠遵守宿舍嘅進出時間，同埋同人和平共處，住喺輔助宿舍裏面係相當自由嘅。現時全港有11間肢體殘疾人士嘅輔助宿舍，同埋28間為智障人士而設嘅輔助宿舍。為肢體殘疾人士而設嘅輔助宿舍一直都係宿舍輪候隊中最短嘅。呢個主要都係佢哋只有較輕微嘅肢體障礙，加上智力正常，所以好多經過獨立生活訓練後都能夠返回社區生活，將位置騰出嚟俾更加有需要嘅人士。住肢體殘疾人士嘅輔助宿舍喺社署院舍評估表嘅功能缺損部分唔可以多於5分。至於智障人士嘅輔助宿舍
就只要功能缺損部分唔多於5分，而又有輕度智障嘅人士咧，先至可以輪候嘅，否則咧就需要輪候其他類型嘅院舍啦。同其他院舍一樣，輔助宿舍每個星期都有醫生到診服務，等舍友喺唔舒服嘅時候都唔需要彷徨咁喺社區揾醫生就診。喺院舍裏面咧，亦都有物理治療同職業治療，亦都有社工輔導服務，甚至心理治療服務。